在台灣的香港中介會覺得台灣的房子很貴嗎？如果你問我台灣嘅樓咧貴唔貴，咁其實咧我都覺得貴嘅。咁當然啦，我講呢個貴啦，其實唔係講緊話香港嘅樓價同台灣嘅樓價做比較，而係講緊我喺台灣嗰個收入。如果我要喺台灣買樓嘅話，我會唔會覺得台灣嘅樓貴？我諗大部分嘅台灣人咧，同我咧都係一樣嘅，即係可能揾緊800萬到1000萬左右嘅樓，2房到3房，咁啊最好有個車位。我相信大部分嘅人都係一個咁樣嘅心態去揾樓嘅。咁如果喺台北咧，咁可能大家啦個總價上面咧會拉高少少。我相信咧大家嘅心態咧都係差唔多嘅。但係咧台灣嘅樓價啦，咁如果喺台中講緊我上面嘅條件，我可能最多就係買到一啲舊樓啊，或者係買到一啲同市區比較有一段距離嘅新樓。咁但係如果而家以呢一個條件喺台中揾樓嘅話呢，我相信咧都非常之難揾到嘅。依家台中嘅2房可能已經突破咗1000萬，去到1100、1200。咁啊3房可能講緊1300、1400、1500，咁有啲可能去到1600。咁都仲係講緊係買舊樓，唔係買嗰種全新新城屋嗰啲啦。甚至而家台中市區嘅樓花都唔會有呢個價錢嘅。所以你問我台灣嘅樓係咪貴呢？咁有人同我講話，喂，如果你係香港人，你香港有收入，你同買台灣樓梗係平啦。咁其實呢個道理咧，同喺台灣賣泰國樓嘅道理咧係一樣嘅。老實講，喺泰國住曼谷嘅人係咪一定買得起曼谷嘅樓呢？其實你諗下，你都知係好難嘅。但係總係有人同你講話啊，泰國樓呢係台灣嘅樓價1/3啊、1/4啊，好平啊，快啲去買咁樣。但係其實泰國人都係買唔起嘅。咁點解你係一個外國人，你唔住喺泰國，你又要走去買泰國樓？咁同樣道理，如果我係一個台灣人，或者我係一個住喺台灣有工作嘅香港人，我一樣都係會覺得台灣樓係貴嘅。